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南无阿弥陀佛。师父看到有一段公案感触很深题目呢叫做梦中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那么这个公案内容呢，是发生在陕西终南山里头没有人住的地方，所见到的都是一些树木山林山里头呢住着2位修道人其中有一位感到这20几年来的功夫白白浪费了，自己既没有见到他的本性，也没有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因此他决定下山去参学。他的另外一位老道友就劝他说：哎呀，咱们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你不要着急下山，再进修一段时间吧。那一位道友没有听他的，他自己就下山了。他从终南山走到陕南的潼关这个地点，走得很累。有一天他觉得很疲劳就住在一个乡村的小店里头。出家人的习惯，一坐下来就两腿一盘休息也好，静坐也好，来恢复疲劳也好，总之一盘腿静坐，什么都不想了，就这样入定了。一入定呢，他就没有时间性了。这个店里头老板看这个老和尚在这个店里住，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说话，一到这里就禅坐起来了，而且已经坐了1天1夜了。他就用手指放在这个老和尚的鼻孔下面，看他出气不出气。这一试结果他没有出那个气不出气了。因此他认为这个老和尚已经死亡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心里想再摆1天吧，看看他能不能醒过来。于是又摆了1天1夜，再去看的时候还是不出气鼻孔没气了。店老板呢就说那个和尚死了，我们要找谁来料理后事于是这个店老板呢就把他的尸体给烧了，并且把骨灰也给埋了。这一烧麻烦就来了。从此这个老和尚的神识天天来要这个身体，他就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样这个店呢就闹起鬼来了，从此就没有人敢来这边住宿了。这一件事情很快就传到山里头去。他另外那个同参道友知道他遇难了，他已经遇难了，就顺着他走的路线也来到这个店里头向店老板问道：前几天是不是有个和尚住在你的店里头呢？这个店老板说：有这个和尚。这个同参道友他就说他没有死我们出家人说是入定了，但是你却把他给烧了。烧了之后他是不是天天来找你麻烦这个老板就说是烧了之后他天天来闹他的道友就说他闹什么这个店老板回答说他一直在空中云绕着，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一直拼命的吼叫他的师兄就讲了：来，店老板，我帮你把这个鬼给收了，你喜不喜欢？这个店老板说当然喜欢咯，你把这个鬼给收了，我的店又可以开始开了嘛。这个时候这位大师兄就说，但是你得帮我准备2样东西，一个是帮我堆一堆木材，另外呢是帮我准备一个大水缸，而且水缸里面要装满了水木材呢到夜间你要把它点着。这个店老板呢为了开店嘛，希望他能够继续做生意，因此他就依照这位大师兄所交代的话给他办得很周到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鬼又来了。他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这样这一位同参道友跟他师兄说我告诉你，你在水缸里面。于是这个神士呢就到水缸里去搅一搅，进进出出去搅一搅，然后就说没有水里头没有呀。他的师兄又说了，水里头没有，好，我告诉你，可能是在火堆里头这个神士呢又到火堆里头绕了一绕，
说火堆里头也没有啊。他师兄呢就说了：你入到水里面，水不能淹死你；你入到火堆里面，火也不能烧死你。你还要这个肉体的我做什么呢？啊！这个神士听了以后，马上开悟了，就哈哈大笑，唰一下子离开了。哎呀，各位，师父讲这个公案呢，我心里感触很多。很多人呢，就为了这个肉体啊，每天痴迷啊、执着啊，一直贪求，然后一直装扮啊，搞得神魂颠倒的。但是身体不是你的，真正的你是那个神士。你看，入到水里面不会淹死，到火里面不会烧死，健健康康、活活泼泼，永远都不会动摇，永远都是非常清净光明。而且更重要的，他记住了一切，他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你本人。所以我们在世间修行的过程，主要是让我们的灵性上不要受外在环境的污染，我们能够看得开、放得下，而且一定要拿定主意。万一我的神识受到波动了，我非常的执着，我的习性很深，根本摆脱不了环境的这种控制，烦恼不断啊，我会执着，非常的贪求。所以有这种生活习性的人怎么办？佛才告诉我们，你要赶紧念佛。为什么？因为佛发的愿是无人不救，无人不度。虽然你心性造罪造业，烦恼不断，从来都没有清净过。虽然我是一个这么污染的凡夫众生，佛永远不放弃你。只要你肯念佛，愿意接受，佛照样救度你。不管你什么对象，我绝对没有选择，没有去分别。只要你肯念佛，我就救度你。所以要明白，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灵性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因为你有念佛，顺从佛的本愿，佛呢不放弃你，就是要救度你。以后我们未来不要在这个人世间，在这个娑婆世六道轮回，受生受死啊，不停的打转了。如果说你懂得修行，我们好好的念佛，就跳脱这个生死苦海，直往西方净土，以后必尽成佛，大家都去成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公案呢，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大家引导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方向。我们很感恩啊，过去这些祖师大德留下来这么好的精彩内容，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它。今天将这个公案来给各位莲友们分享，原来我们的神识是如如不动的，它是不会动摇的，它是记住一切的，它是能知万法的，神通广大，一切过去未来现在他都能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超度，我们来招请某某人啊，在佛菩萨的指引下，你赶紧到现场来听经闻法，就是因为你死掉了以后，肉体离开了，但是你的神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才是真正的你。你在哪里，就是那个神识。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析啊，让大家都明白，能够领悟它。好，我们非常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